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澳華養老頻道澳洲養老知多少。今日同大家介紹新州長者卡 NSW Seniors Card。新州長者卡係新州政府推出嘅生活優惠卡，衣食住行都有優惠。只要你年滿60歲，係新州居住嘅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，就可以申請。每星期返工少過20個鐘，就可以申請 Seniors Card。如果多過20個鐘，就申請 Senior Savers Card。你可以上網申請、打電話或者親自去 Service NSW 服務中心辦理。記得帶齊身份證明文件同郵寄地址。兩張卡最大嘅分別係 Seniors Card 持有人先至可以申請 Opal 金卡，搭新州公共交通工具，車費每日最多2個半。其他優惠兩張卡基本相同，有唔少熱門品牌優惠，例如超市禮品卡，部分品牌手機家電有折，部分能源公司都有專屬優惠。大部分優惠都要預先登記，詳情可以上長者卡官網查詢。成個新州有幾千間參與商戶，涵蓋好多類別，例如助聽器、清潔服務、維修手機有9折，有啲咖啡廳買飲品送曲奇。每個區嘅參與商戶都唔同，優惠詳情都有分別。點樣揾到呢啲優惠呢？你可以去 NSW Seniors Card 官網用地圖搜尋功能，或者去 Service NSW 服務中心 Australia Post 部分市議會辦公室同圖書館拎紙本目錄。最新優惠同申請資格請以官網公佈為準。快啲關注澳華養老，解鎖更多實用嘅澳洲養老資訊。